快樂係幾咁奇妙。友誼值得信任，愛帶你進入最高境界。呢啲就係全球最成功嘅購物社群所傳達嘅價值。一張你可以用嚟幫助其他人嘅卡，一張可以讓你同其他人分享財富同埋好運嘅卡。每一日，每一處，每一個州，遍佈全球。Nihilus。你今日要去購物嗎？或者尋日你已經買咗你嘅心儀嘅商品？購物係日常生活當中嘅一部分。我哋經常都會買啲嘢嚟獎勵下自己。每一個人都中意優惠嘅商品，因此好多商店都會用會員卡嚟吸引顧客。但係你係咪真係對呢一啲折扣有興趣呢？差唔多每間商店都有自己嘅會員卡。如果只需一張卡就可以俾你喺好多唔同嘅地方消費同埋慳錢，咁樣又點呢？而家就有呢張卡啦，免費而且不受條款限制。Nihilus 樂賞卡，憑住呢張卡，你唔使收集任何星星、印花或者點數，只係現金。每個星期，你喺 Nihilus 合作商家每次購物都可以獲得現金回贈。咁樣每年你就可以好快累積到港幣幾千蚊。舉例，你喺星期三買咗一對鞋，之後你又買咗一件好美味嘅蛋糕。星期四你到油站入油，星期五你為家庭派對購買所需食物。每次喺櫃台付款嘅時候出示你嘅樂賞卡。接落嚟嘅星期二，你會喺 Nihilus 收到咁樣嘅文字信息。朝頭早大概8點嘅時候呢，我見到一個短信，佢話呢有幾多現金回贈呢係會轉賬到我嘅銀行賬戶嗰度㗎，以及如果我賺到一啲佣金同埋獎金呢，都會轉賬到銀行賬戶。因此呢，我絕對好中意星期二嘅朝早嘅。Nihilus 成立喺2003年，而家喺2012年嘅開始，公司活躍於超過30個國家，以及擁有數以百萬計嘅註冊會員，每日都有數以千計嘅會員加入。喺未來幾年，你將會可以喺歐洲每個地方使用 Nihilus 嘅樂賞卡。Nihilus 亦喺北美、南美、中東、非洲及亞洲開展咗業務，咁樣令到 Nihilus 成為世界上最成功嘅購物社群。一個叫做 Hubert Friedel 嘅奧地利人想出咗呢一個獨特嘅獎賞計劃理念。呢個理念咧係好多年前誕生嘅。我企喺一間家具店嘅櫃台前，我問嗰個女士我可唔可以有更高嘅折扣？佢話你買多啲就得啦。我問佢我可唔可以同屋企人一齊買啊？佢話點解唔可以啊？咁就係一個叫做團購或者叫做共同購買咁就得啦。而呢個簡單嘅理念就誕生咗啦。今日我哋係世界上最大嘅購物社群，原因係註冊、樂賞卡同埋所有服務都係免費嘅。而當然，所有人咧都希望每次購物都能夠得到現金回贈啊！而且你並唔係唯一獲益嘅人，因為每次透過 Nihilus 消費咧，部分嘅款項會自動撥到 Nihilus 基金會去幫助其他人嘅。兒童家庭基金會已經喺18個國家資助及實施咗幾十個項目，例如喺坦桑尼亞為100名兒童建立咗2所孤兒院，以及喺菲律賓一所超過400名兒童嘅學校嘅翻新工程，仲有好多嘅項目已經係完成計劃。Greenfinity 係 Nihilus 第2個基金會，係為我哋所有人都關注嘅環保同埋氣候問題而設嘅項目，亦都為咗未來嘅環境可持續性發展設定咗計劃。作為 Nihilus 嘅會員，透過購物，你就可以讓呢一切成真。
無論如何呢，我都要購物㗎。大部分時間呢，我都係幫屋企買嘢啦。所以而家呢，我必定係透過 Nilus 嘅合作商家購物㗎。好處呢，就係我會得到現金回贈啦，而購物嘅同時呢，亦都係幫助到兒童家庭基金會㗎。一齊行善，購物慳錢啦！單單喺歐洲 ，Nilus 有超過2萬個合作嘅商家。你可以喺全球超過15萬個銷售點使用 Nilus， 而呢個數目每日都喺度增加。無論鍾唔鍾意，我哋都要購物。我哋需要食物、飲品、衣服。但係冇一啲樂趣嘅話，我哋係唔想去購物嘅。每次喺 Nilus 合作商家消費，你都可以獲得現金回贈。究竟係點運作嘅呢？顧客總係想要最優惠嘅價錢，而公司係想要更高嘅銷量，無論新舊顧客。Nilus 從佢哋嘅利益考慮，同合作商家洽談獨有嘅優惠。一般係介乎3至20個百分比之間，視乎行業而定。咁樣對於單一顧客嚟講係唔可能嘅。合作商家樂於提供呢啲優惠，而佢哋正追求更高嘅銷量，贏得新嘅顧客。顧客唔需要再收集印花啦，取而代之嘅係佢哋實實在在有更多嘅錢袋入袋。Nilus 會員可以喺合作嘅商家購物，從中慳錢。公司唔再需要揾顧客，係顧客揾佢哋，即係話公司可以慳咗喺市場推廣嘅昂貴資金，所以可以持續咁提供折扣俾 Nilus 嘅會員。我嘅購物習慣有好大嘅改變嘅，因為我依靠合作商家提供日常嘅購物折扣。So that's where I go. 我睇到好多個準備，而當我睇到 Nilus 嘅介紹嘅時候呢，我就立即就知道呢，佢哋係有精彩嘅購物優惠嘅。等我呢可以向客戶提供每次購物呢現金回贈嘅，亦都俾機會佢哋呢喺呢一個嘅中小商戶購物嘅時候呢就慳錢嘅。我見到啲顧客呢都係變得十分之忠實，因此呢我好高興我嘅客戶呢每次透過 Nilus 購物呢都係得到現金回贈啦，令到佢哋十分之高興嘅。我當然係 Nilus 嘅會員啦，免費又幫我賺錢。如果我發現地下有錢，我都會執起佢啦。所有人都想有一張適用於全球數以萬計嘅合作商家嘅卡嚟慳錢。無論係街角嘅鋪頭、度假嘅酒店、喺加拿大租車或者喺米蘭購物，每次你都可以得到現金回贈，並且存入你個人嘅銀行賬戶當中。折扣對我嚟講係絕對非常之重要嘅。每次購物我都可以登入 Nilus 嘅網站我就可以揾到嗰啲每一次都為我提供現金回贈嘅合作商家。除咗樂賞卡之外， Nilus 仲有3種購物方式。第一，使用從 Nilus 購買嘅合作商家禮券。第二，透過喺 Nilus 網站進行網上購物。以及3，透過使用你嘅智能手機購物。好多會員現時都會使用合作商家嘅禮券，例如喺油站入油。舉個例，佢哋會俾港幣2400蚊，就會收到同等價值 Nilus 嘅合作商家禮券。然後會員會喺 Nilus 收到佢哋嘅購物禮券訂購金額嘅1個百分比作為回贈。禮券可以幫助嗰啲冇現代化卡片系統嘅合作商家，成為呢個成功 Nilus 嘅理念嘅一部分。下一個透過 Nilus 獲益嘅方法就係網上購物。Nilus 而家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大嘅購物平台。嚟 Nilus.net 可以睇睇啊！一系列知名嘅網上商店會帶俾你無限嘅驚喜。未來嘅購物潮流就係使用你嘅智能手機購物，透過 Nilus 取得手機購物現金回贈。Nilus 手機應用程式可以向你展示你所在地區嘅所有合作商家。購物嘅時候，只需要出示手機顯示屏上面嘅購物禮券，就可以取得 Nilus 專享優惠。Nilus 手機應用程式有好多額外嘅特點，
唔單止幫助你管理自己嘅消費，呢個手機應用程式亦適用於你嘅 iPad。你點樣可以成為 Nilus 會員？真係非常之簡單。要成為會員，你必須獲得另外一個會員嘅推薦，由佢幫你註冊，而你兩個亦都有機會獲得現金回贈。新嘅會員可以享受獨有嘅 Nilus 專享優惠，新會員嘅推薦人可以從中獲益。佢會收到新會員喺合作商家嘅消費金額嘅一個百分比，係每次都有。我可以為所有家人、朋友同埋同事申請樂賞卡，而佢哋真係好中意透過 Nilus 消費㗎，因為每次消費都可以得到折扣。不過對我嚟講我就會透過將呢張卡推薦俾佢哋而受惠，呢一點我係非常之喜歡嘅。例如，一個時裝零售商合作商家同意提供8個百分比嘅會員獎勵，會員會當中收取7個百分比，1個百分比係由 Nilus 支付俾世界上最有效嘅宣傳方式——個人推薦。呢1個百分比就稱為推薦獎金。0.5個百分比直接，0.5個百分比間接。係咩意思呢？你幫一個朋友註冊，然後佢用樂賞卡消費，佢就可以立即獲得 Nilus 嘅專享優惠，而你同樣可以從中獲益。佢哋每次喺合作商家消費都可以幫你賺取 0.5個百分比，呢 0.5個百分比會存入你嘅賬戶，係每一次都有。你朋友而家點呢？由於佢係使用樂賞卡慳錢，佢都會將樂賞卡推薦俾其他人。每次佢嘅朋友喺合作商家購物嘅時候，佢亦都會得到 0.5個百分比嘅推薦獎金。由於呢個間接推薦係因為你先至可以成事，你亦都會得到 0.5個百分比嘅推薦獎金。推薦獎金適用於每一個喺第一同埋第二事業等級嘅推薦。我啱啱喺9個月之前就開始使用 Nilus， 而我開始向幾個人介紹咗我享受嘅優惠啦。喺我知道之前佢哋已經開始購物同埋介紹俾更多人噶啦。然後我就開始得到直接同埋間接嘅推薦獎金，太好啦！我哋每個人都認識數以百計嘅人。當你只係將 Nilus 推薦俾20位朋友，而且從佢哋嘅消費獲益，就當你嘅20位朋友每人只推薦 Nilus 俾另外4個朋友，你立即就會有80位間接會員，總共會有100個人因為你而透過 Nilus 購物。每次佢哋都會為你賺取收入。最好嘅一點就係，你想推薦、註冊同埋增加幾多個會員喺你嘅團隊都可以，冇設下限額。每次佢哋透過 Nilus 購物，你都會得到 0.5個百分比嘅推薦獎金。如果你嘅任何直接或者間接會員透過 Nilus 每月消費港幣4800蚊，你會從佢哋嘅收入裏邊得到 0.5個百分比，即係每人每月港幣24蚊。有100個人就等於每月港幣2400蚊，或者每年港幣28800蚊。就當係一個低一啲嘅數目，呢一個數嘅一半仍然有港幣14400蚊。呢個係你除咗自己消費所得嘅現金回贈之外嘅收益，從來冇試過咁簡單就可以賺取一份額外嘅月入。每個人都可以透過 Nilus 獲益，你得到現金回贈同埋推薦獎金，你嘅朋友亦都得到呢啲優惠，合作商家就好高興啦。呢個係一個3贏嘅局面，最重要嘅係每次消費都會支持 Nilus 基金會嘅項目，共享優惠，共同行善。
而家 Lilas 仍然係拓展緊樂享卡嘅業務咧，咁啊帶嚟一個好好嘅機會嘅。當樂享卡係獲得所有重要嘅合作商家接納嘅時候咧，我哋嘅理念咧就會好快實現㗎啦。從嗰日起，每個人咧都好想擁有呢一張卡。嗰啲願意積極參與同埋透過推薦營銷將 Lilas 嘅專享優惠傳達俾其他人嘅人咧，未來係一片光明嘅。比較好嘅係大部分人咧仍然係未擁有呢一張卡啦，同埋銷售額仍然係靠禮券大量產生。因為如果每個人咧都擁有呢一張卡，要透過推薦去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業務咧，就太遲啦。除咗現金回贈同埋推薦獎金之外，仲有另一個方法令你每日透過 Lilas 購物都可以獲益——忠誠獎勵。我哋睇下另一個日常生活嘅例子啊！你喺 DIY 商店購買港幣6000蚊嘅園林家具，呢個行業嘅合作商家嘅平均 Lilas 會員獎勵係10個百分比。實際上，扣除直接同埋間接推薦獎金之後，剩低嘅9個百分比就係你嘅。2個百分比嘅現金回贈，即係港幣120蚊，會直接存入你嘅銀行賬戶。餘下嘅7個百分比忠誠獎勵會存入你嘅個人忠誠賬戶。而按呢個例子嚟講，就係港幣420蚊。當你從一間運動商店買咗港幣3600蚊。呢個合作商家提供嘅會員獎勵係8個百分比，推薦獎金係1個百分比，現金回贈係2個百分比，即係港幣72蚊。因此，剩翻落嚟5個百分比嘅忠誠獎勵，即係港幣180蚊，就會存入你嘅忠誠賬戶。呢2次消費之後，有港幣600蚊存入你嘅忠誠賬戶，一個計算單位就會產生。每次你嘅忠誠賬戶累積夠港幣600蚊就係咁樣啦。你可以喺任何時間喺你嘅個人網上e賬戶當中查閱你嘅忠誠賬戶，呢個當然係免費嘅啦。概略嘅計算，購物滿大約港幣12000蚊，就會喺你忠誠賬戶當中產生一個價值港幣600蚊嘅計算單位。呢個計算單位花你幾多錢？1蚊都唔使。當然，你已經從3方面獲益，呢個就係令到你購物變得非常之有趣嘅方法。計算單位係點樣令到你獲益嘅呢？每個單位目標係為你賺取港幣5400蚊，呢個就係佢嘅運作方法。當第一個計算單位產生之後，就會立即登記入 Lilas 嘅計算系統。你朋友嘅單位亦會登記喺呢一度。就用你媽媽作為一個例子，你媽媽消費咗好多，達成咗佢嘅第一個計算單位。呢一個單位會登記喺你嘅單位後面。另一個直接嘅會員 Sarah 亦都達到佢嘅第一個單位，呢個單位亦都會根據相同嘅方式登記。一般嚟講，會登記喺你嘅計算系統嘅下一個空位。阿 John 係下一個達到1個單位嘅人，呢個單位亦都登記喺你嘅個人計算系統。由於每日都有消費，達到你自己個人第2個計算單位，亦都係時間問題啫。阿 Kate， 你嘅間接會員達到佢嘅第1個單位，並且登記喺你嘅計算系統嘅下一個空位。如此類推，全部都係自動計算。喺我哋上面嘅例子，你嘅團隊總共有100個直接同埋間接嘅會員。如果每個人都將 Lilas 推薦俾其他嘅人呢，就會有更多啦。由佢哋產生嘅單位，全部都會喺你計算系統填入你後面嘅空位。當你嘅第1個單位後邊登記有70個單位嘅時候，即係上面有35個，下面有35個，你會收到你第一筆港幣5400蚊嘅忠誠現金。呢啲錢會存入你嘅私人銀行嘅賬戶。同樣地，每一個登記有70個單位嘅原始單位都可以達到一筆嘅忠誠現金。當4個你直接嘅會員每人都最少有1個單位，
你會收到額外嘅港幣1584蚊作為忠誠嘅佣金。因此，你嘅每個單位遲早都會有產生港幣6984蚊。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去購物，呢個通常都唔會係會唔會嘅問題，而係幾時嘅問題。或者講清楚一啲，呢度唔係指70個人啦，而係70個計算單位，上面35個，下面35個。呢啲單位係由你同埋你推薦嘅會員透過 Nilus 消費所賺取嘅忠誠獎勵所產生嘅。大部分 Nilus 嘅會員都可以獲得每年多於1個單位。當你係其中一個計算單位產生咗港幣6984蚊，佢就會立即發揮佢嘅用途。你媽媽同埋 Sarah 嘅計算單位，仲有其他嘅每一個 Nilus 嘅計算系統內嘅計算單位，亦都完全係同樣嘅道理。你啱啱學會咗第一個產生計算單位嘅方法。如果你嘅忠誠賬戶入邊有港幣600蚊，就會產生1個單位。而且透過 Nilus 會有第2個方法嘅，透過支付為未來購物所用嘅購物禮券訂金同埋購物禮券預訂嘅部分支付，為未來購物使用嘅購物禮券訂金預訂嘅港幣600蚊購物禮券，就會立即產生1個相同價值嘅單位，並依照上面所述登記入 Nilus 嘅計算系統。我哋所有人都知道訂金係乜嘢。例如，你喺家具店訂購一張新嘅梳化，你落咗訂金，剩低嘅就會喺取貨或者送貨嘅時候支付。如果你唔要張梳化，或者你想喺另一間嘅商店買一啲完全唔同嘅嘢，你通常都唔可以攞翻訂金，咁啲訂金就嘥噶啦。Nilus 就唔同啦，你可以為購物禮券落訂金，例如嗰張梳化，但係如果你改變主意，你可以用嗰啲訂金喺任何時間喺任何購物禮券合作商家購買任何產品。透過 Nilus 所支付嘅訂金都係會有效嘅。例如，一個家具店嘅合作商家向 Nilus 嘅會員提供咗5個百分比嘅優惠。梳化價值係港幣12000蚊。你為購物禮券預訂支付咗港幣600蚊嘅購物禮券訂金，呢個就代表會員獎勵。然後你支付咗港幣11400蚊嘅補足支付款，即係餘下嘅95個百分比。你收到價值港幣12000蚊嘅購物禮券，支付俾所選擇嘅合作商家，呢一張梳化就係你嘅啦。或者一張完全唔同嘅梳化，另一個嘅合作商家提供8個百分比嘅會員獎勵。梳化嘅價值係港幣7500蚊，即係嗰個港幣600蚊嘅購物禮券訂金代表8個百分比嘅會員獎勵。因此你已經支付咗全部金額嘅8個百分比。而家如果你做一個港幣6900蚊嘅購物禮券補足支付款，即係剩餘落嚟嘅92個百分比，你會收到價值港幣7500蚊嘅合作商家購物禮券，用佢嚟俾錢，梳化就係你㗎啦，就係咁簡單。咁樣嘅話，你可以更加有效咁使用 Nilus 獎勵啦。呢2個例子當中嘅購物禮券訂金就會立即為你登記1個單位。當有70個單位登記喺你嘅單位後面，你會收到港幣5400蚊。呢個就叫做忠誠額度。忠誠額度可以喺所有使用購物禮券或者手機購物現金回贈嘅合作商家購物，即係每一個透過 Nilus 所作嘅購物禮券訂金都可以鼓勵會員繼續喺合作商家購物。我好高興揾到 Nilus， 尤其咧係現金回贈嘅優惠，而且咧可以推薦俾朋友同埋同事。佢係超出咗我嘅預期，而我期待咧係會將佢介紹俾更多嘅朋友嘅。嚟總結一下，產生計算單位嘅方式有以下2種：購物或者係購物禮券訂金，2種都有相同嘅價值。2種都係從合作商家給予嘅會員獎勵而產生。此
遲早兩種都會產生出港幣5400蚊。你想要幾多呢啲單位啊？再總結一次獨有嘅 Ninus 獎勵：一，你每次透過 Ninus 購物都會得到現金回贈，亦都會從你推薦嘅團隊獲益。第二， Ninus 冇規定任何產品，無論你買乜嘢或者喺邊一個國家購買，只要你喺 Ninus 合作商家購物，你都會獲益。第三，最重要嘅係 Ninus 潛力無限，每個人都一定要消費，而每個人都想慳錢，因此每個人都有潛力成為 Ninus 嘅會員。Ninus 可以免費加入，以及每次購物都有現金回贈。Ninus 而家超過咗30個國家取得成功。問題已經唔係數以百萬計嘅顧客喺將來會唔會使用樂享卡，問題係幾時同埋邊個將張卡交俾佢哋。仲有嗰啲仲未聽過 Ninus 嘅人，邊個可以從佢哋嘅消費當中獲益？係你定係其他人？我非常相信我哋坐喺商場裏邊嘆住咖啡，向嗰啲所有攞住購物袋經過我哋嘅人咧講句衷心嘅多謝，因為我哋咧喺佢哋嘅消費當中獲益。無論點都好咧，會員都會註冊嘅，呢個肯定嘅。當每個地方嘅合作商家都轉成使用樂享卡，咁立即就會自動成真。我哋而家揾緊有遠見嘅人，一啲了解 Ninus 提供嘅機會，願意同我哋一齊發展業務嘅人。為咗達到更高嘅目標，Ninus 為頂級嘅會員提供特別嘅優惠，呢啲優惠咧係俾嗰啲想喺從中獲益更多嘅人。嗰啲頂級嘅會員呢，就叫做尊貴會員。我已經加入咗 Ninus 7個月嘅啦，有超過220個會員。咁每日呢，一個會員會推薦俾另一個會員嘅，咁啊帶俾佢哋咧喺日常消費當中所獲得嘅利益啊。每個尊貴會員呢，都會收到金色樂享卡，同埋一開始就可以喺3個計算組別上面獲益。想象佢係一棟3層樓嘅大廈，你從第一層開始，即係計算組別1，而你嘅購物會好快幫助你同埋其他活躍嘅會員產生計算單位。一有70個單位全部登記喺你第一個單位後面，上面35，下面35，視乎單位係點樣產生而定嘅。你會收到第一筆港幣5400蚊，作為忠誠現金或者忠誠額度。只要你嘅4個直接會員每人都有一個單位，你亦都會係得到額外港幣1584蚊作為忠誠佣金。之後單位就會升至第2級。每個其他完成咗嘅單位都一樣，包括媽媽嘅、Sarah 嘅等等。當你喺第2層嘅單位，其後有60個其他單位，你嘅忠誠佣金會總計達到港幣4752蚊。然後嗰個相同嘅單位會升到第3級。呢個過程亦都適用於第2層嘅其他單位。喺第3層，你嘅單位只需要有50個單位登記喺後面呢，就可以完成整個過程噶啦。你會收到另外一筆港幣15840蚊嘅忠誠佣金。呢啲錢喺邊度嚟嘅呢？當然係從購物而嚟嘅啦。一開始咧，我唔係好明白嘅，但係咁樣唔係問題啊，因為我哋有自己嘅個人 e 賬戶，而我哋咧亦都可以喺嗰度咧睇得好清楚所有嘅項目。你點樣可以用 Ninus 獲得最大嘅利益呢？好簡單，就係成為一個尊貴會員。但係點樣運作嘅呢？選擇方式1，喺1年之內喺 Ninus 嘅合作商家消費約港幣24萬元。咁樣你會被列為頂級嘅 Ninus 嘅買家，同埋收到金色嘅樂享卡。選擇方式2，你支付咗為未來購物所用嘅購物禮券訂金港幣24000蚊，咁樣就立即可以成為尊貴會員。購物禮券訂金會分開並且登記喺前3個計算組別當中，即係全部3層樓。
你唔止從一個計算組別獲益，而係全部3個，從一開始就可以。如果你經常使用 Ninus 或者成功將佢推薦俾其他人，你會為得到額外嘅收入創造出最好嘅條件。而且作為專櫃會員，你喺 Ninus 嘅事業可以立即開始，喺事業等級1。你唔單止從你嘅整個團隊嘅消費中獲益，亦都從當中所得嘅事業積分中獲益。事業積分係由你同埋你嘅朋友嘅單位所產生嘅。每個呢啲單位會轉化為一個積分價值，例如每個價值港幣600蚊嘅單位相等於1個事業積分。你嘅團隊所產生嘅每個單位亦都會創造出事業積分。由於市場龐大，你嘅團隊擴張係冇限制嘅，因此你嘅團隊嘅更多消費會每月創造出越嚟越多嘅事業積分。你會以流動佣金嘅方式從中獲益。你嘅團隊消費越多，你嘅收入就越多。除咗流動佣金之外，你喺事業中亦都會從流動獎金獲益。你嘅事業等級越高，獎勵就越多。喺事業等級3，即係每個月港幣6000蚊。當你達到事業等級4，有1200個事業積分，你會被納入領袖團隊。喺嗰度你可以賺到更多錢。從事業等級7開始，你會被納入主席團隊。呢度係最令人興奮嘅地方。我要打電話俾我營銷團隊裏邊所有嘅人講，從聽日開始你唔好再入油啦，改為行路啦。從聽日開始你唔好再食嘢啦，禁食啦。從聽日開始你唔好再度假啦。咁樣可以咩？當然唔可以啦。無論你中唔中意，你每個月透過 Ninus 建立嘅一切都會替你賺錢，因為每個人都需要消費。而家有超過70億人住喺我哋嘅地球上面。如果5個百分比嘅人使用 Ninus， 就等於有3億5千萬個 Ninus 會員。以往大型企業好多時都係建基於簡單嘅理念之上嘅。當搜尋工具同埋社交網絡成為咗跨國企業嘅時候，你喺邊度呢？你係咪有機會分享呢一段機構從小嘅開端發展成大型企業嘅經過呢？同樣地 ，Ninus 每日都喺度發展。你今日可以分享佢嘅成功，並且開展你自己嘅業務，成為呢個成功故事嘅一部分。今日就開展你自己嘅事業，只需要選擇每次購物現金回贈。你可以從 Ninus 獲得點樣嘅收益，完全由你決定。歡迎你加入 Ninus 社群。